從此以後，房地產家唱歌跳舞，令我諗起少林功夫好嘢，很好嘢。翻嚟呀！房地產家唱歌跳舞掂唔掂呢？我下次話你知啦。但係而家我喺鄧家啤呢度，呢個 project 真係掂啊！點解呢？因為 Tower 7、8今年就會交鎖匙。至於 Tower 4、5、6呢，係全新山市區最快交樓嘅其中一個 project 之一。下低呢會有店面滿足你嘅日常需要，如果唔夠，仲可以去隔離嘅 Aeon Mall 嚟滿足你。之後呢度會有3大主題嘅 facility， 你試諗下每個8個禮拜，你喺 facility 睇住呢個無敵海景，哇！真係人生一大享受啊！單位鎖定無多，你有需要馬上聯絡我啦，外國人都可以買哦。少林功夫好跟。冇得